好，大家平安吼，欢迎大家来咱迄个第226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吼。咱今仔要分享的主题是迄个越南语文现代化吼，互台湾的启示。我是志成，我现主是吼是迄个咱台湾罗马字协会秘书长吼。今仔日即个主题吼，是我的迄个为我的硕士论文吼。列出来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对主要要了解咱越南伊基本现代化会使互咱一寡思考这是今仔日要讲的内容咱拄开始会小解咱迄个就是一寡简单的背景小解，越南文字的发展的这个历史背景，过来就是会小解这个越南真重要的影响越南语文现代化运动真重要的一份报纸，这个家庭报。家庭报是越南头一份用罗马字书写的报纸，会小解这份报纸。伊个发行的背景，佮有伊个内容，佮有伊所造成的影响。了后咧，咱会进入下半段下半段则会分享因为越南伫咧发行即个家庭报，佮有即个语文现代化的过程即法国政府伫咧19世纪扮演真重要的角色所以咱伫咧第四趴咱会分享即个法国政府，佮有即个越南伊在地知识分子伫即个越南语文现代化运动所扮演的角色，佮有伊的贡献上尾才会有即个越南语文现代化一寡思考这会使互台湾一寡新的即个想法过来就是会留一寡时间甲在场的各位咱有即个问题交流的时间。好，安尼咱拄开始要来先来讲即个越南文字发展的历史背景越南文字发展的历史背景呢，会使分做3个阶段。这3个阶段呢，分别是即个汉字、豫南，佮有罗马字。这是伫咧越南伊个历史的即个发展的过程有捌用过即3套文字系统。其中使用上久的是即个汉字。将近超过2000档，为遮看会出来为公元前就开始使用这个汉字一直到近代咱20世纪1945年，就是使用这个社会主流的文字，就是这个汉字。过来伫咧10世纪到20世纪遮将近1000档越南有出现这个豫南豫南字。什么是豫南呢？这等下会甲大家做小解。第3个阶段是这个罗马字。罗马字的出现伫越南是差不多17世纪一直到现此时咱即摆若去越南旅游还是咱看这个越南的文字咱就知影越南伊使用的这个文字是这个拉丁字母罗马字。大概有这3个阶段。这拄则讲的这会使互大家照图片啦，会使互大家简单看一下，有法度较好想象咱看到这张图咱上倒手边是这个时间线。咱上倒手边的这条时间线咱看迄个为上下底，咱公元前111年这是迄个越南开始记录，开始有汉字开始有咧使用汉字的上早的时间点咱看这张图差不多4分钟可能超过4分钟差不多将近要差不多7成拢是这个汉字，大家应该有看到这个真大汉字，这代表这个伫咧越南的这个历史的过程，将近超过2000档的这个历史过程，其实大多数的时间拢是使用这个汉字的。拢是使用这个汉字的一直到差不多10世纪939年这个时阵才开始有这个豫南字啦。即摆大家看到这就是豫南豫南的出现伫咧中央这世界底但是因为豫南伊一直无正做迄个，虽然伊甲汉字拢上是伫咧越南的这个社会有咧互使用，但是伊一直毋是这
正统的文字啊，正统的文字系统，所以这你大家看到这宜兰虽然有吼，伊伫咧差不多17、18世纪吼嘛，愈来愈济，这就是宜兰吼的这个文学吼有真济一个时期，毋过吼，但是社会主流的文字吼，伊也是汉字，一直到这个。咱看迄个罗马字哦，看出现哦，是差不多伫咧17世纪就拄则讲到这个时间点吼，一直到迄个1861年，这是法国吼统治越南的时间点，罗马字愈来愈济，所以迄个越南文字的这个改革吼，是讲这个运动吼，其实甲一寡历史背景，甲中国啊，还有越南本身啊，还有这个法国吼，其实吼拢有真大的关系。头一部分吼，咱先来看即个汉字吼，伫咧汉字的时期吼，为公元前111年一直到1945年，这将近超过2000年的时间吼。为遮来看一寡重要的时间点，咱越南吼，伊上早吼，甲即个中国吼，迄时阵是汉帝国啦，汉帝国接触吼是公元前111年，迄时阵吼，汉帝国就甲规个越南消灭啦，越南消灭，所以有将近好1000年的时间吼，越南吼，伊就是直接属于迄时阵，就是汉帝国甲接落来，就属于中国的。越南伊会甲即段历史吼，伊嘛袂用中国，伊就讲即号做北属时期。北属时期就是互北方的即个国家甲接落来，所以差不多将近1000年吼，是地图顶头是无越南即个国家的吼，一直到迄个西元吼939年吼，这当帝国的尾期吼，就是越南吼的即个这民族英雄吼，五quyền吼，五权吼，就是趁势吼，趁迄时阵当帝国的尾期吼，迄时阵当咧乱的时阵吼，趁势吼，带越南独立，就自安尼吼，越南迄时阵就开始有一个独立的迄个国家，当然伊的朝代吼，迄时阵越南嘛有因家己的皇帝哦，所以即个朝代嘛是模仿迄时阵中国的即个制度的，中国的即个制度的，差不多将近1000年的时间，越南就是一个独立的状态。当然，伊伫咧即个过程吼，伊也拢甲中国佮互相有往来啦，就是中国要甲占落来，还是安怎，就是拍来拍去，毋过量基用来讲，就即段期间吼，就是越南吼，伊较稳定，就是讲伊是有即个独立的时期，嘿。过来是较近代吼，较近代就是法国啦，就是讲法国侵略越南，伊是伫1858年，1858年开始侵略越南，一直到然后开3档的时间吼，就甲越南南部吼，就拢就先接落来，就1861年吼，就接落来，了后就规个越南，过来是即个包括即卖柬埔寨、寮国，就规个即个印度 China 的联邦，就规个甲接落来安尼，即个时间差不多过差不多要100档啦，无100档，差不多要100档吼。伫1945年吼，胡志明吼伫即个越南的即个迄个河内吼，宣布即个越南独立啦。宣布独立无偌久咧，就过几日吼，就宣布吼，即个废除汉字啊，全面使用罗马字。所以汉字的时期吼，差不多就到遮。伫咧1945年进前吼，伫咧社会顶头吼，虽然讲有法国的统治还是安怎，但伫咧社会吼，伊也拢还有即个使用汉字的即个关系，伫咧社会顶头吼。咱会使看这吼，这条这首诗吼，这是我几当前伫咧越南的时吼，伫咧路边的公园啊翕的，伫咧路边的公园翕的，迄阵感觉真趣味，因为伊这是这首诗叫做南国山河啊，南国山河。这首诗是全越南话写的哦，这甲中国话无关系哦。这首诗吼，落尾查一个背景，才知影讲哦，无简单呢。这是10世纪的时阵，越南的将军吼，越南的将军写，伊会使讲是即个越南的独立宣言啦。拄则有看到迄个时间点哦，就差不多伫咧10世纪的时阵吼，然后越南甲中国吼，就是镇压中国吼，独立吼，
就是趁迄阵中国咧乱诶时阵独立啊，所以迄时阵吼就有即首诗啦，即首诗啊，即首诗叫做伊头一句就写甲真明啦。南国山河南地区，就是意思就是讲，遮就是阮诶所在啦，就是南国诶山河啦，就是咱有咱家己诶荒地啦，甲中国无关系。啊，过来你看遮第三句吼，要安怎伫即个、迄个就是即个中国遮吼来侵犯诶时吼，伊即个遮罗来吼，就是即指诶就是即个中国啦，啊来侵犯诶时吼，啊。要安怎才保护家己啊？啊，你要安怎吼？就是你等惊看出败去，就是等咧要看伊失败就对啊。啊，所以这是迄时阵吼，为着要鼓励迄阵诶军队吼，啊，就是这首诗吼，是伫越南真出名。好，啊，过来吼，就是即个《月中日记》吼，《月中日记》这是越南诶因诶国父吼，胡志明，胡志明写诶。啊，即本日记吼，伊这《月中日记》吼，大概使摇看卖，会使摇看卖，伊是按啥物状况之下吼，伊会有即个互关，胡志明吼，伊有啥物状况之下互关吼，啊是互送关，互送关。啊，会写即首遮诗吼，啊，迄时阵嘛是用汉文写诶啦，因为迄时阵越南要独立嘛，所以迄时阵要做独立运动诶时吼，迄种胡志明嘛是知影真侪语言，啊，像即首封关诶时吼，伊就写，就是伫咧剧中诶日记啊，内底吼有真侪即个汉文诗啊，啊，我先来读迄个伊正手边啊，伊正手边遮吼，这是伊内底诶内容，啊，遮逐个会使先小看一下，我简单解说一下，就是伊讲。到第四拍遮吼，细路难吼，伊讲行遍即个高山峻岭吼，啊，哪知吼，即个平路吼是搁较歹行。啊，高山吼拄着虎吼，搁无代志。啊，伫咧平路吼撞着人吼，啊煞互关。啊，原底吼是要代表越南人民吼，到中华吼，到中华要见重要诶人。无来风波平地起，就是无来吼，伫咧平地吼煞起一个风波，啊，煞甲我送入去监狱做嘉宾，啊，忠诚吼有啥物路用？忠诚有啥物路用？煞起互怀疑吼做汉奸。啊，世事吼原底就无简单啦。啊，煞知哪知影当今吼，即个世道吼是搁较困难啦。吓啦，啊，即胡志明吼，伊时阵吼，就是互国民党啦，伊就伫咧广西时阵，就迄个国民党掠去关啊。迄时阵啊，就是互蒋介石啦，就是互蒋介石掠去关。啊，所以这嘛甲后壁吼，迄个越南独立吼，嘛真有关系呢。因为迄阵胡志明宣布独立，就是因为伊互迄个国民党吼，蒋介石关过吼，所以就无相信中国，无相信国民党吼。啊，所以吼，袂啊。啊，咱会使看到即个《甲中日记》吼，会使伊顶悬的日期吼是1932到1933。但是你若去甲查吼，实际胡志明吼，中国吼，迄国民党关的迄个年份吼，是1943到1942到1943啦。是安怎会安尼呢？这是迄阵胡志明调工的啦，伊调工吼，甲迄个伊日志顶头的年过吼，伊调工甲早10档啦。为着吼，无爱去互国民党迄个，就是就是无爱去互创就对啦。啊，所以迄阵年过调工写10档啦。啊，所以胡志明吼，伊实际上关的日期吼是1942到1943，1942到1943。啊，所以迄时阵越南特别独立嘛，个1945嘛，所以伊就是迄时阵去哦，蒋介石哦，操刀掠去关吼，啊，所以遮有即个觉醒吼，就是倒尾会使带越南来独立吼，啊，这是汉文的诗啦，就是越南用汉文的用汉字的时阵吼，啊，即两首诗吼是
甲算较有代表性的啊，遮分享互大家。啊，大家毋通看做汉文，就是也准讲迄就是中国话呢。啊，人这越南人伊嘛无学过中国话啊，嘿啊，所以以前越南嘛是使用即个汉字吼，伫个伊个社会顶头吼，咱用这两首诗吼，就大概会使互大家了解吼。好，过来是10世纪吼，到1945世纪吼，这是越南吼，这个越南的这个民族文字越南吼出现的时间啦。这伫咧民间吼有咧使用的一套文字啦。啊，咱会使看贾秋明这张图吼，这是伫咧19世纪的时候，因的皇帝吼要用越南啦做注解，用越南做注解来解说这个汉字。你看伫咧正手柄顶头有一个天，一个天吼，啊，伫下底有一个天上，这个天的汉字，啊，这天上的越南，啊，这个地，啊，这越南这是越南哦，伊有做地，越南的读法做地，就是伊用这种形声，就是形声的方式啦，就甲两个汉字组起来啊，啊，等于讲解说这个字就对啦，啊，所以这是越南的一寡迄个结构啊、逻辑，就是用迄种大多数啦，迄种即种迄个两字汉字甲斗做伙啦，两字汉字甲斗做伙啦，啊，一边取音，一边取意思，安尼用即种迄种形声的造字的即种逻辑吼，啊，来迄个解释汉字，啊，这差不多即张图差不多，这是19世纪的事，嘿。啊，越南吼，伊伫咧越南吼，伫咧民间吼，伊咧使用吼，其实有一段期间吼，伊是有真济真袂歹，真迄个真优秀的迄个文学作品啦。啊，这个时间差不多伫个16世纪到18世纪啊。迄时阵民间的即个文人吼，因拢会使用即个越南的去创作啦。嘿，好啊，大家来看者吼，咱即张图吼。迄个叫做多维拉身边，多维拉身边吼，啊，这个大家使看这个顶管这多维拉身边，这就是我是学生的意思，我是学生的意思。啊，风来将对古热互点灭，这就是今仔日你看，这就是形声，这就是越南，这就是形声的造字原则，就是风来就是今仔日的意思。啊，你看这有一个金，啊，这有一个日，啊，这边下底就是取音，啊，将对。这就是烂烂，啊！你看这个将，就是伊话，伊即个就将，啊我，将对啊古热互点灭，就是今仔日有时间吼，学越南话，这个有啦，古就是有，啊，这个热就是时间学点灭，点灭就是越南话。所以为遮大家就应该会使初步会使了解吼，这个。越南有迄个越南吼，伊个造字个原则吼，基本上就是用汉字啦，两字汉字甲斗做伙啊，所以，所以看起来吼，就是讲，敢若看有，敢若佫毋是汉字咧，所以这就是越南的越南。好啊，有关越南吼，有一寡伊个背景吼，还是一寡伊个知识吼，这甲大家分享吼。啊，越南吼，伊是安怎会出现的？这就甲迄个像讲咱汉字文化有关，像讲日本啊、韩国啊、越南啊，包括咱台湾嘛是呢，就是安怎吼会有，敢若迄看起来毋是汉字，啊，佮敢若用汉字落去改良的文字落去出现的。这上大原因吼，就是汉字吼，伊无法度表达即个当地口语啊，无法度表达当地口语。啊，伫越南吼，就是汉字吼，伊有法度去大概掠迄个意思，有迄个意思，啊，逐个无共语言，有法度共同落去交流。但是吼，你若要写吼，像讲拄则，我今仔日学越南话，啊，这要安怎写？伊都无才调，伊都无才调，所以就是若要写口语吼，伊就是爱变做讲伊甲有新的即个造语出来啦。啊，伫咧越南这边吼，伊就是有做即套即个系统吼，越南啦，或者越南出来。
嗯，啊，宜兰吼，咱现在看下底好啊。宜兰吼，主要使用者吼，伫咧越南吼，伫咧伫咧迄个时阵吼，大多数吼拢是烫正骹的平民，也无就是路僻的文人，就是迄种可能有读过汉文啊，无法度去做官的文人，还是讲有去做官啊，毋过就是无重用的即个文人吼，伊就会比较较愿意，较会去使用语言嘛，因为要讨放家己的心情嘛。啊，过来是出家人吼，一寡佛经吼，还是拢是即个用语言吼，去译写的吼。啊，过来个就是强烈民族意识的精英吼，这嘛是使用语言吼。啊，过来伊使用的范围吼，咱会使看到，主要是伫咧文学顶头啦，文学顶头啦。伊会使记录考传的文学，啊，个越南话，伊即个原创的即个越南话文学，啊，个有福建，啊，个有替汉字吼做注解。啊，你看哦，咱讲遮济宜兰吼，伊敢若既然会使写文学吼，啊，个会使有遮济好处吼，敢若是徛伫人民即边咧。啊，毋过若安尼来看是安怎宜兰吼，伊无法度伫社会顶头吼去取代汉字咧。有，因为其实吼，伫咧越南吼，有几任的即个皇帝吼，伊其实捌重用过宜兰，啊，毋过尾啊吼，拢放弃，拢无法度成功。是安怎咧？第一吼，就是伊受到即个汉字吼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啦，认为汉字才是正统啦，啊。啊，第二吼，就是考试，考试的制度的束缚。啊，过来吼，就是拄则有甲大家解说吼，即个宜兰吼，伊是两字汉字斗做伙啦。啊，你嘛知影吼，敢若要学汉字吼，就是要学到头吼，就真学啊。啊，你若是讲搁要用汉字来甲结合做宜兰吼，伊迄是搁较复杂的啦。啊，所以宜兰本身的结构吼，伤复杂啊，欠标准化啊，这所以吼造成讲真歹普及的即个原因啦。啊，但是吼，因为吼有遮济宜兰吼，因为毕竟吼宜兰嘛是即个甲台湾的即个歌仔册共款啦，就是用民间吼，还是讲即个越南吼，有即个家己吼，因家己创造出来的一套文字系统。虽然讲是只用汉字，但是因家己去改良，去创造出来即个文字系统。所以越南人吼，伊普遍吼对即个宜兰的看法吼，因就认为讲吼，宜兰吼是越南的灵魂，越南的民族文字。啊，宜兰吼写的作品吼是正港的越南文学，所以这是咱越南人吼，因现主时吼对即个宜兰吼，虽然讲即马伫社会顶头吼已经无咧使用啊，但是因即个对宜兰的即个态度吼是真甲伊有一个互伊一个历史，有互伊一个定位啊，有互伊一个定位啊。好，安尼过来吼，就是迄个罗马字吼，啊，越南伊即马甲号做国语字啊，主讲用国语字吼，啊，即个时期吼，由于14世纪吼一直到即马吼，啊，越南的国语字咧，伊上早吼是即个17世纪吼，伫咧1920年吼，这位天主教的传教士吼，天主教的传教士扎入来，啊。过来吼，伊正式吼开始吼，过来看，大家看正手边，这是越南的头一本字典啦，这是越南话加即个拉丁语吼，即个字典，这头一本字典伫咧1651年，伫咧1651年，即个法国人写的。啊，越南吼，伊伫咧即个罗马字吼传入越南以后吼，其实主要吼诶使用范围吼，拢限定伫即个教会啊，佮有即个信众吼，教会信众天主教诶即个信徒才咧使用啦，拢限定伫教会啦。一定吼到即个1861年，即个法国吼占领越南，才开始吼，才开始即个罗马字吼，才开始看看。引入社会才开始发展。
啊，伫咧法国占领越南4冬以后咧1805年吼，越南吼就发行头一份报纸，头一份罗马字报纸。1805年吼，迄个家庭报，头一份报纸，这拄啊好，这个年个拄啊好比咱台湾虎社教会报吼早20冬啊，所以这越南吼，伊这头一份罗马字报纸比台湾虎社教会报早20冬。啊，伊发行这个报纸进前吼，伊其实吼伫咧越南遮吼，伊有捌法国政府嘛捌发行过像法文的报纸，也是讲汉文的报纸，但是因发现吼，这个法文的报纸甲汉文的报纸，其实吼在地人都看无啊，在地人拢看无啊，所以要安怎咧？所以因就嘛真紧吼，无几冬吼就发行这个家庭报吼，第一份报纸。为发行这个家庭报吼，到这个胡志明宣布独立吼，你看无到100冬。罗马字吼，就伫越南的社会吼，正式吼取代即个法文吼，有汉字吼，成做即个社会即正式的文字，无到100冬的时间吼。所以有一寡问题吼，咱接线吼，咱头第一部分头到遮，就是讲即迄个越南文字历史背景的小解吼。为遮吼，就是有一寡问题吼，从会使互大家来斗想看卖啊。当然这伫后壁讲着吼。头一点吼，就是越南吼，伊使用千外冬的汉字，社会主流的文字吼，为汉字转换做罗马字，伊是安怎发生的？甲完成的。要安怎会使先讲？这对台湾咱特别是要以台湾母语的吼，要以台语文的吼，这是非常要紧的呢。咱嘛想要知影讲这文字的转换吼，伫咧越南吼，伊是安怎有机会会使完成？过来第二点吼，就是106冬前吼，就是即个1865年即个年过吼，106冬前即个越南人吼，伊会使透过罗马字吼，会使体验到啥物款吼，无共款的世界吼，无共款文明的世界。所以这吼，互大家先会使先放伫头壳内底吼，先想看卖。好，安尼以上吼看，第一部分遮大家若有啥问题吼，嘛拢会使直接问咧，看看大家敢有啥物想法，还是要交流的嘛，拢会使直接问。好，若无问题吼，我就继续讲落，我就继续讲落。若大家若有啥物想法吼，拢免细念吼，会使开麦吼，会使随时做交流。过来就是即个拄则讲到即个越南即个现代语文运动啦，第一，甲法国吼，迄个统治越南有真大诶关系。过来吼，咱若要为社会即个展出来看吼，有一份报纸刊本吼，咱即个家庭报啦，即份报纸吼，咱伊扮演真重要诶角色啦。所以咱会使其实为遮吼会使看到为家庭报即份报纸吼，就亲像吼咱台湾吼要研究即个现代即个语文运动吼，咱一定袂使无讲到即个台湾虎社教会报。所以伫咧越南嘛共款，伫咧越南嘛共款，即个家庭报吼，伊其实吼，咱为遮吼，因为是第一份报纸嘛是媒体产业的起股嘛，所以为遮吼，其实咱就会使去了解真济，即个会使看到真济即个伊即个是安怎发生的即个过程。所以要来了解即个，要先来甲大家了解即个家庭报。下底几项吼，就是会照遮落去讲吼。头一项就是法国殖民统治的建立，过来就是伊的背景了解，佮有发行的过程甲目标，过来就是家庭报转型的影响吼。好，头一部分遮法国殖民统治的建立吼，咱拄则讲到即个上早期吼，即个罗马字吼，会传入越南吼，是即个天主教的传教士的运动啦，活动啊，就是伊入来越南才要传教嘛，所以这是上拄开始啦，这是越南罗马字吼，就限定伫即个天主教内底落去使用。过来就是伫咧19世纪中期吼，法国吼，伊伫咧1858年吼，就用
保护传教士做理由吼，甲对越南发起战争。过来吼，就是看看啊吼，为1961年起吼，就看看吼，甲规个越南吼，拢规个占落来，有即个历史背景的过程。越南吼，就伫即个嘉定堡吼，就是伫即个期间吼，个法国咧甲越南占落来吼，即个战争的期间吼，咧休战吼，期间吼，即伫咧即个时阵发现的，1805年。嘉定堡吼，这正手边即份就嘉定堡啦，正手边即份就嘉定堡。大家看到嘉定堡，这是拄发现的时吼，咱这顶头吼，佫有汉字，佫有汉字，嘉定堡。下底吼，即嘉定堡，这越南话嘉定堡。伊创刊的时吼，这甲一位越南人吼有真大的关系。即越南人吼，咱伫尾啊吼，尾啊会甲大家绍介，伫较后壁甲大家绍介。即越南人号做张永基，即越南号做张永基。即张永基吼，简单讲吼，伊是一个高人啦，一个高人啦。对越南吼的文化吼，还是讲对越南吼的民族种意识的形成吼，还是对越南对，真有心啦，真有心嘛真有能力，真有才调，所以迄阵法国吼，法国的总督吼，伊就邀请张永基吼，要来替伊来管越南人就对啦。张永基迄阵就甲拒绝啦，讲伊无爱做官啦，无爱做官等到头来甲提议吼，就讲会使用即个罗马字吼，即个办报纸，因为法国吼要去管理越南人嘛，伊进前发现过法国话的报纸甲汉文的报纸发现拢管袂叮当，因为无法度沟通嘛，所以毋知要邀请即个张永基来做官。毋过张永基吼，伊等倒头吼，借即个势吼，甲建议讲吼，无吼，咱着用即个国语字吼来办报纸。一方面吼，即个法国吼，互法国伊嘛比起汉字吼，法国人若要学即个罗马字吼是加真好学。对越南人来讲吼，创办即份报纸吼，对越南人来讲吼，嘛有即种现代吼去迄落就是等到吼会使互越南人捌字启发因的民族意识啊。所以这是迄阵张永基吼，算是真厉害哦。迄时阵就有即个建议吼，有即个想法吼。落尾吼，即个法国总统伊就同意啦。毋过吼，就是讲，你个要同意 OK， 但是迄个发行人吼，袂使是越南人，一定爱是法国人做即个发行人。所以嘉定堡吼，就安尼来创刊啦。嘉定堡吼，伊拄开始吼创刊吼，伊的定位吼是对法国政府来讲吼，其实伊是会使甲切断甲中国的即个关系啦。伊答应吼，伊就是伊嘛评估过，就是讲伊拄啊好吼，会使用即个罗马字吼，因为迄个越南迄时阵初法国占领落来的时阵，对迄种中国的迄种情感嘛，拢还佫有诶嘛拢佫使用汉字嘛希望讲中国会使来甲因解救毋过迄阵中国就家己自身难保要安怎甲越南解救？所以对法国政府来讲嘛，拄啊好吼，会使借即个势吼，切断即个中国甲越南诶即个文化顶头诶关系啦，嘛会使吼协助越南人学习。伊终其尾吼，对这殖民政府来讲吼，伊嘛是希望吼，那上好吼，你就是会使讲我诶语言啊。若要讲阮诶法国话吼，你若要用汉字，迄是要安怎讲？颠倒吼，若是用即个国语字吼，即个罗马字对因来讲嘛是好呢，因为拄好是一个过渡啦，拄好是一个过渡的，毕竟拢是即个拉丁字母吼，一个过渡。就伫安尼背景内底吼，就是即个嘉定堡的正式发行吼，伫咧1805年的即个4月15。迄阵的创刊人就是虽然讲这拢是迄个张永基的 idea 吼，毋过迄阵就是挂即个法国人的即个总编的一个主编吼。伫咧伊发行的过，伫咧伊发行的过程吼，即个头一任主编吼，即个法国人吼，差不多4冬的期间吼，其实嘉定堡吼，伊较像是种官方的公报，官方的公报。伊嘛会使讲是伊有一份另外一份法国话的报纸啦。
就是啥物西贡，就即份报纸诶即个翻译版就对啊啦。因为甲即份报纸翻译过，就是要主要伊诶定位就是要宣达奉送一寡迄落啦，政策法令啦，政策法令啦，所以大多数诶版面拢是公务，拢是公务，就是一寡官方诶物件，就是要甲越南人宣达一寡政令，还是讲因有一寡行政诶调度就是伫顶悬拢会写得着初期主要是安尼，这对越南人来讲较无聊，就是主要要是民政府要做一个放上头诶迄落嘛，落尾伫咧为1869年开始迄个第二任总编迄个林永琪为林永琪即个接任总编开始咧家庭报都有真大诶无共头一项就是即个政策诶即个革新就是推广新诶学习方式发展民族文字所以伊诶内容就增加真多元就对啦，就是像讲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语言文学就是有开始有即种，就是要迄个现代知识的启蒙，也是讲即个要互越南人读趣味、读好看，要互因了解，还是讲学习即个国语的即个文章。嘿，另外伊嘛鼓励咱迄个越南的公务员来加练习用即个罗马字写作来投稿。嘿这是迄个，所以这是家庭报伊就是真有价值的所在家庭报的拢总一直到1910年天刊拢总发行45档拢总发行45档前后拢总经历过6位编辑6位编辑其中有4位是越南人这等下下底佫有另外一位越南人嘛是真重要的一个迄个编辑这伫后壁甲大家分享小解。讲家庭报其实家庭报若即摆来甲看啦，用即摆角度来甲看啦，当然咱会感觉讲伊是即个官方会放上头，官方会放上头，就是这市民政府市民政府伊诶放送，但是伫咧这以外伊诶价值伫倒位咧？其实就是为即个咱拄则讲到即1869年即个越南知识分子接任即个总编辑开始，虽然讲大多数诶版面伊也是即个官方诶即个放送就放送官方诶消息，毋过伊开始有即个版面这就是即摆现代诶学者真有趣味还是讲投入研究诶所在就是即个吹杀国语字还是讲越南文化开始有即个版面，开始有即个版面即部分就是越南伊会使讲是现代诶即个文明还是讲伊诶文化是文学咧起高诶一个拄开始诶一个点过来是迄个家庭报诶内容甲伊所造成诶影响咱先来看一下家庭报家庭报诶一寡发行诶形式。伊拄开始是月刊啦，拄开始是月刊落尾因为发行咱愈来愈看诶人愈来愈侪所以落尾变做迄个一礼拜一摆，一礼拜一摆。寸像甲页数拢无固定，4页到16页拢有，拢有。主要伊发行诶范围是伫咧越南南部，当然伊尾有迄个法国甲规个即个印度 China 接落来了后印度 China 联邦接落来了后伊报道诶消息伊也有诶范围有较宽毋过伊拄开始主要发行诶范围是伫咧越南诶南部，伊诶价数其实无俗，大家即马看报纸一份10块15块但是大家知影文字伫咧迄个时阵算是真值钱诶所以因当地当时有一个俗语就是讲一平方公尺西贡诶土地会当买4份报纸，即马个用真歹想象用报纸会使换土地
啊，毋过伫迄个时阵吼，逐个为遮来看，知影迄历史诶背景无共吼，所以即个家庭报吼，迄阵文字是非常值钱诶啦。啊，当然因为要推广吼，啊，所以其实法国政府吼，伊嘛有迄个免费吼，要送一寡砖头学校啦，啊，所以迄时阵就是捌字诶吼会读互毋捌字诶听啦，啊，所以逐个会使想象看觅吼，其实迄时阵诶即个报纸啦，迄时阵诶印刷术啦，因为印刷术迄时阵拄进入越南嘛，迄甲咱迄时阵印刷术拄进入台湾共款，啊，就等于即个时阵诶 AI 啦，就等于即个时阵诶 AI，迄阵是上先进诶科技啊。啊，所以这个大家会使想象看觅，就知影讲，迄个是安怎吼，遮会有迄时阵当地一个俗言语吼，讲会使用土地落去换报纸吼。啊，这是迄个报头诶演变吼，这拄开始拄只迄个家庭部大家有看到即个汉字嘛，啊落尾吼，伊为1880年以后吼，就有改做无汉字诶啦，就敢若家庭包，啊落尾吼，佮加增加即个法兰西共和国诶即个字样起哩啦，所以这报头即个转变，系啊。啊，家庭报诶内容咧讲啥物呢？家庭报拄则有甲大家讲着吼，就是讲迄个即官方诶风送头嘛，所以家庭报伊诶内容吼，拢做分做三大版面，三大版面。第一大版吼是即个公务，公务官方诶风送头，就是拄则讲着伊类别有即个行政、安全、司法，啊，佫有社会，啊，主要咧。宣达一寡迄个市民政府诶法令啊，啊个公告，啊个有一寡指示，啊，伊诶目的吼是要稳定社会啊，第二部分吼，伊即个杂务杂务，伊这是迄个真侪即个，就是一寡社会事，有公告、市场、交通，啊个有一寡公告安尼啦，即个类别，过来是事务吼，事务即部分就是较有即个文化价值的一个版面啦，伊个类别吼有即个文学作品，啊，佮有新知识，啊，佮有一寡文章，伊个价值吼，就是伊用即个部分吼，即个部分嘛，主要吼拢是即个越南吼在地知识分子咧经营诶，主要是要去引拓者吼，当然落尾嘛发展即个报纸文学，伊嘛是一个文化交流诶平台，即个家庭报诶内容吼。好，咱为遮吼会使来看吼，拄则有讲到即个大多数吼诶版面吼，家庭报吼，伊主要诶定位吼是即个官方诶公报，吼。咱为遮吼，这是我诶研究吼，我硕士论文诶研究吼，我诶研究是家庭报拢总有45档嘛，但是因为吼，伊伫越南吼保存诶状况无啥好，其实无像台湾府城教会报保存吼真完整吼，每一期吼拢有保存落来，但是越南府城教会个家庭报啦，家庭报伊伫越南吼保存诶状况真歹，所以我即马现主是手头有诶资料吼，就上完整诶，就是为1882到1897，1882到1897，所以我遮吼下底一寡数据资料吼，主要是针对即段期间诶，1882到1897。我有针对即16档诶资料吼，落去做分析，落去做分析，就是咱拢会感觉讲，就是越南诶，伫咧越南吼，针对家庭报诶研究吼，伊结论拢是讲，这是官方诶公报啊，毋过吼，虽然讲感觉是安尼，但是拢无一个正式诶数据，因为我拄好即16档吼，真完整，就是每一档吼，因为一礼拜发行一道嘛。所以每一档吼拢至少50期以上，为这大数据吼落去甲伊做即个量化的分析吼，所以遮就会使看到讲，即个公务吼，拄则讲到公务版就是即个主要即个法国的即个政策吼，还是即寡行政的命令吼，大家看到拢总5633篇啊，即个比例差真济吼，就是讲伫咧公务。
啊，佮有非公务，即两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大概拢是市场经济，佮有一寡广告嘛，所以其实公务甲非公务占大多数，所以咱为遮着看，会使了解讲，其实，颠倒会使看迄时阵市民政府的法国政府哦，伊透过即种详细吼的行政公文吼，伊确立吼即个罗马字的即个权威地位佮有必要性，咱规个行政系统吼，若拢转换做罗马字嘛，伊规个行政系统拢是用罗马字处理嘛，所以民众吼要来办公务啊，还是讲伊要处理啥物文件啊，就变做伊拢一定要使用罗马字啊。原底吼，伫咧传统社会吼，伫咧传统社会是即个汉字啊，因为汉字是代表即个规个公文体制拢是为汉字建立的。但是伫咧法国政府入来了后，伊就有即个转换吼，所以为遮嘛看会出来。伊内底佫有其中有一寡文章吼，我遮无列出来，但是内底吼有一寡即份报纸有一寡文章吼，就是讲伊。就是讲一定要用罗马字啦，一定要用迄个罗马字的意思吼，就是伊内底有一寡像安尼的文章吼。好，过来吼，就拄则看到的即个第三部分吼，第三部分即个事务版吼，事务版伊佫会使分做吼三个部分啦。其中第一个部分甲第二个部分吼是即个文学作品甲即个新知识。家庭报吼，伊透过即个文学作品吼，甲即个科学的文章吼，改变社会大众吼的思考方式。譬如讲吼，旧观念是安怎咧？伫咧越南的传统社会吼，伫咧越南的传统社会，旧观念吼，大家若看到即个日头吼，熊熊无去吼，大家迄种想法就是用家己文化的解说的方式嘛。当然，这个文化有受这个中国真大的影响啦，受中国真大的影响。所以咱会听到这个天狗食日，伫咧越南嘛有呢。过来就是，若碰到啥物问题啊，就是天命啊，还是拢会用鬼神吼来做解说。新知识呢？新知识是啥款呢？伫咧1882年吼，这是1882年的新闻标题吼，伊就是火山啊，伊就是伊这个新闻标题火山伊的内容啊，就甲你解说讲，这个火山啊是安怎形成的啊？佮有这个火星啊、地球啊、火星啊、地球啊，佮有彗星啊，等等啊，这种大自然的现象啦，所以伊原底用这种鬼神去解说这个大自然的现象，就为这个家庭报纸吼，伊就开始用这种科学的方式吼，落去解说这个大自然的现象，大自然现象，所以这有真济啦，佮有这个，佮有解说这个。矿物啦，就是石头啦，有真济无共款的石头啊，佮有迄个就是化学啊、物理啊嘛拢有，所以这大概迄个新知识类的文章吼，就是大家会使为遮落去了解讲，伊甲这个伊是打破这个旧观念的啦，旧观念的，所以这部分是。家庭报吼，伊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吼，就是讲即个文化启蒙的角色。过来下底即个部分是即个越南文学主体性的建立，越南文学主体性的建立。咱会使为即张图吼，咱为即张统计图吼，会使看到越南伊其实家庭报内底吼，伊有刊真侪即个越南的文学作品，越南文学作品啦，有一个有刊真侪文学作品吼。其中吼会使分做三类。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好，谢谢。看一下车票，谢谢。其中吼，伊文学作品吼会使分做三类。头一类吼是即个东方的即个汉字文学翻译的作品，这就是为汉文翻译过来的作品啦。毋过伊比例占真少啦，就是有啦，毋过占真少。占头5%，占头5%。过来是即个西方的即个文学的翻译作品，西方文学的翻译作品，这占上济，这占上济。
啊，过来就是即个越南用宜兰吗？还是即个国语字啊所完成的即个作品啊，然后占14%，有46篇啊。所以咱伫迄个家庭报吼，咱会使看到吼，拄啊好伊的时间点嘛是安尼吼，就是拄开始吼有即个文学作品的时啊，伊拢是即个西方翻译的文学，西方的翻译的文学。即个西方翻译的文学啊，就是拢翻译一寡西方的经典啊，西方的经典啊。遮西方的经典啊，落尾吼，一直伊阁有翻译即个越南的宜兰嘛，宜兰文学就是即个越南伊伫咧16世纪到18世纪有真侪种有代表性的文学，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伊甲翻做，但是遮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可能一般人嘛真好读啦，一般人嘛真好读，因为因为迄种使用宜兰写的嘛，宜兰写的，一般人若毋是读册人吼，伊嘛真好读，所以伊就甲翻译做国语，越南国语，落尾嘛是有，就是有即个东方的汉字的即个翻译作品就对啊。所以咱伫遮吼，就看到会使了解吼，越南伊的，就是伫咧家庭报会使看到即个越南伊即个文学的。为即个西方的翻译作品，一直行到即个国语义的即个原创作品。遮有一个真趣味，就是伊原创作品吼，国语义的原创作品吼，伊拄开始吼，拄开始就讲伫咧家庭报遮吼内底吼，所有吼，我即马目前即16档的资料吼，看到的吼，拢是旅游文学，拢是旅游文学，嘿，所以。迄就是迄时阵吼，即个总编辑吼，伊讲对法国人吼，去迄个西方，去欧洲遐旅游，所以就甲伊一寡见闻啦，写落来，也是讲去南洋，去新加坡倒位，伊就甲伊看到一寡世界吼，甲记录落来，甲写落来，所以遮拄开始的即个迄个越南语的国语义的作品吼，拢是即个旅游文学，拢是旅游文学。好，过来是要分享迄个家庭报吼，伊所造成的影响吼。拄则有讲到即个实名的背景甲即个动机吼。法国政府吼，伊就是要利用即个罗马字吼，伊成做即个统治的工具吼，统治的工具吼。所以因为罗马字相对汉字吼，伊甲字难吼是搁较利便吼。目的吼就是为着要利便即个行政管理，切断甲中国文化的连接。家庭报吼，伫咧越南吼，毋但伫咧越南啦，伊嘛是算是东南亚东南亚上早发行的即个母语报纸之一，伊是越南的即个第一份罗马语报纸。所以即份报纸吼，其实真特定吼，伊甲台湾府城教会报吼嘛差无20档嘛，差无偌久吼，做伙伫咧19世纪才发行的吼。所以其实伊个内容吼，甲伊个背景吼嘛真特定来起来甲咱伊个台湾府城教会报做比较吼。拄则讲到即个双面性吼，就是讲伊一面吼是即个实名者，阁有即个政令的即个宣传工具，另外一面吼，伊嘛是伫咧即个越南的知识分子的拍拼下底吼，伊嘛是即个促进即个罗马字吼，越南罗马字的普及，阁有即个越南文学的发展。家庭报咧所造成的影响吼，有即个文字吼的现代化。就是越南文字吼，即马现代使用的文字，罗马字的现代化，阁知识吼，也看遮知识的文字吼，知识的世俗化，阁越南文学主体性的建立。好，安尼看迄个家庭报即部分吼，看大家敢有啥物问题吼？刚看有人有留话，我看者。无啦，我咧讲迄个改时间。感谢平安。好，安尼即部分看大家敢有啥物问题吼？家庭报。若无问题，我则就继续吼，继续来分享吼。过来就是要来讲即个法国政府吼，佮有越南知识分子吼，伫即个
越南语文现代化越南语文现代化所扮演的角色。为拄则呢听落来吼，咱会使有一寡归纳吼、收束吼，就是法国政府伫越南语文现代化所扮演的角色吼。第一吼，就是有制定吼在地语言的奖励办法。这伫迄个即点伫迄个家庭部内底嘛看会到，伫家庭部内底会看会到，就讲有实际吼，就是鼓励法国人落去考越南语的检定。啊，你若考过吼。你若是讲越南语吼，有到一定的级数吼，伊就是有补贴啦，就是有补贴。所以这法国政府咧做的，就是伊鼓励在地因的公务员，还是讲法国人落去学在地语言，落去学在地语言。啊，再来第二点吼，我感觉这是真重要的吼。啊，这伫台湾吼，可能嘛真需要吼，但目前还无看到吼，是讲结合官方的资源，创造国语字使用的需求。啊，这个官方的资源是安怎呢？就讲较简单的，就是规个公务体系吼，拢使用罗马字，拢使用国语，拢使用国语。啊，所以这伫台湾敢若现主是敢若真歹想象吼，就是讲以前就是安尼啊，系啊。就是安尼啊，就是讲，就是直接结合，就是官方你要来办公嘛，啥，就直接用使用国语啊。啊，伊法国人嘛是爱学即个越南话，啊，学即个罗马字啊。啊，过来就是迄个法国政府吼，佮建立现代的媒体吼，就是用台文的媒体，用迄个越南话的媒体吼，就是即个家庭报。啊，即个家庭报吼，伊就是一个交流的平台嘛，啊嘛增加即个文字吼，因为迄时阵媒体无像讲咱即马吼，媒体吼，像用网络啊，还是电视啊，还是咱社交媒体的平台啊，这拢是家己个人就是一个媒体，但是伫咧迄个年代吼，咱报纸吼会出现吼，就是迄阵唯一吼会使资讯交流流通的一个平台啦，唯一的平台啦，啊，所以迄时阵的伫咧唯一的平台，伊就是使用即个国语字罗马字，所以嘛造成吼即个社会的即个文字的流通吼。啊，过来就是第四点，就是透过即个平台，透过即个家庭报啊，是讲伫咧家庭报以后吼，嘛开始陆续吼开始有新的刊物出来，啊，就是有培养吼一批吼在地新世代的知识分子。啊，遮新世代的知识分子吼，主要吼伊就是无受过即个汉文教育的，毋是，就是无受过，就是老的伊就无爱插啊啦。啊，就是新世代吼，伊就是即批顺的无受过即个传统中国文化吼，中华文化偷过的即个知识分子吼，就是又培养出一批即个新的知识分子吼。所以落尾吼，伫咧20世纪吼。越南现代语文运动，伊咧催促的时阵，会遮顺利，就是嘛是因为安尼啊，系啊，就是因为伊新世代知识分子，你看越南为1961年统治越南，一直到20世纪差不多40档的时间，系啊，爱就是甲遮就切断越南甲中国啊，佮有汉字的即个关联啊，所以伫咧20世纪吼，越南即个新世代知识分子，伊基本上吼，伊对中国就无啥物情感无啥物情感所以伊就开始吼，伊对法国吼，伊嘛知迄毋是因的民族所以伊要形成即个民族意识，拄好吼，即个罗马字吼，国语吼，佫是遮好的工具，所以伫咧20世纪吼，就是有法度开始个真好的发展安尼，所以这是法国政府吼，伊伫越南语文现代化吼，伊所扮演的一个角色。我来要讲吼，就是咱为两边来看，拄则有讲到法国政府吼，另外一边就是越南的知识分子这边吼。越南知识分子这边有啥物贡献呢？第一点吼，是哦，哦，第一点就是越南的知识分子吼，就是利用这个家庭报吼，甲国语字吼，
为官方的文字转做服务大众的文字。虽然讲迄时阵无法度，因为迄时阵规个资源因为迄个报纸嘛是法国政府伫后壁出钱的所以你要伫即个大环境内底想要去做迄个推广即个越南文化还是讲要迄个推广即个文字还是讲要互大家有即个现代思想这无简单所以大家想空想芳所以落尾就是甲迄个啥，迄个张永琪做主编的时阵就想着就利用一个版面就利用版面就是来讲一寡科学的知识，落尾过来看一寡即个文学的文章安尼。所以会使讲因就是利用即个家庭部即个舞台啦，想空想芳啦，就是甲这国语字为迄个官方的文字，因为伊是法国政府认定的嘛，官方的文字伊原底是干那要放送消息尔，嘛无希望互你透过文字会使落去反抗是安怎？毋过就是越南的这知识分子用这种较冷性的方式来消解这种科学的文章还是讲翻译这种西方的文学作品来互民众较袂摆脱豆豆灌输这个罗马字第二就是结合越南传统的这个民族文学佫有真西方的文学。无就爱搁吹看倒位搁。第二点就是即个结合传统的越南民族文学佫有即引进即个西方的即个现代文学。即点嘛真，因为拄则互大家看看迄个大饼图有看到即个有部分的即个伊有迄落啦，对拄则即个图可能看袂出来，但是伊伫咧家庭簿顶头有即个越南的即个字兰作品的翻译，翻译做迄个译做迄个国语字就对译写做国语字越南的国语字，即个部分其实伊某种程度就是要互越南人知影咱国语字虽然讲大家因为伫迄个社会环境大家认为讲迄是外国语还是讲对伊嘛想空想芳，就是讲要安怎互民众会使接受啦。所以即个国语字就是伊翻译伊译写即个为越南的即个文学作品，因为越南的文学作品伫越南伊甲定位做，大家拢认为讲迄是正港的越南民族文学所以伊甲这越南的民族文学译写做国语字，某种程度就是互越南人知影讲，咱这国语字伊毋但会使表达即个新的思想其实咱旧的物件伊嘛留会落来呢。这旧的物件就是讲，迄个甲过去伊嘛会使做连结，结合传统的即个民族文学过来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有大量的即个西方的现代文学即个部分就是现代思想现代思想因为过去传统的即个东方的文学拢是迄种就较古板就较古板毋过现代西方文化伊会甲你讲故事西方的即个伊索寓言伊会甲你讲故事伊会要传达一寡可能道德还是讲类似嘛有讲爱你接洗手就是种现代卫生就顶顶拢有就对就加真趣味啦就加真趣味，就是甲家己的生活即现代文化就甲即个家己的生活比较甲即个传统的即种汉文的文学比起来就是有即方面的无共啦，因为汉文的文学可能是即种实际的文人咧抒发家己的即种心情毋过西方的现代文学就是甲家己的生活会较有关系。所以这第二部分这是迄个嘛是越南知识分子伫咧利用家庭簿即个平台所做的第三点是即个发挥即个汉文化的素朴使用国语字去表达现代化的文明甲思想即个汉文化的素朴就是拄则讲到的即个中国的即个文化就是一寡
咧较歹较遐个文化吼，啊，就是用即个国语吼落去即种科学性的文章吼，啊，佮有即个现代化的思想吼，嘿，啊，第四点吼，就是伊嘛透过即个家庭部的即个舞台吼，迄时阵家庭部的即个迄个越南的知识分子吼，佮有迄个伫咧家庭部顶头吼，佮研究迄个越南的越南的，若是讲，你会晓写国语字的吼，拢做伙来写，拢做伙来写。啊，嘛研究吼，迄种地方的记者，所以伊嘛有迄种家庭部内底吼，嘛有迄种地方的报道文章，地方报道的文章，所以伊就是嘛透过即个平台吼，愈来愈侪人吼会晓写即个国语字吼，逐个嘛对即个接受度嘛愈来愈悬吼，嘛愈来愈侪人吼加入即个团队吼，落去写作安尼，嘿，这吼即部分吼是即个越南知识分子的贡献吼。好，咱综合以上吼，法国政府佮有即个越南知识分子吼，安尼看起来，安尼听起来，两边吼其实吼是无共款的即个思考的观点吼，做伙落去推行即个罗马字吼。一边吼，伫咧法国政府遮吼，是伊为着要利便即个市民的管理吼，即个要讲究即个行政效率吼，会使好管理、好统治。一部分嘛是要切断吼，希望会使透过即个罗马字吼，甲切断甲中国文化的连接。另外伫咧越南知识分子这边呢，伊希望透过罗马字的，会使做正即个文化的启蒙，对越南即个越南人吼，一般民众即个文化的启蒙。另外吼嘛，希望会使培养即个民族意识。拄好吼，即两边甲加起来，合作的结果吼，就是建立越南现代国家的基础吼。所以咱伫咧19世纪遮吼，19世纪末期吼，就使看到遮文化吼冷性的活动吼，其实拢在运作啊。所以伫咧20世纪开始吼，即越南的即个新世代知识分子吼，伊开始咧做的即个民族独立的即个运动吼，就是为遮开始的啊，系啊，就是遮冷性的即个文化工程开始的啊，系啊。所以这是迄时阵吼，这两边虽然讲无共款的观点，毋过拄啊好斗做伙吼，做建立即个越南现代国家的基础。过来吼，要来小解吼，即个越南的知识分子，甲大家小解两位即个越南的知识分子，拄则头前分享的，敢有啥问题？系啊，看大家敢有啥物要，敢有啥物较趣味的要搁加听加讲的无？系啊，若有若有想要迄个了解吼，拢会使随时会使问吼。若无吼，我就遮就继续吼。过来是即个越南的知识分子，即位吼，就是拄则有甲大家讲的，即位越南的知识分子做曾文琪，曾文琪，迄个张永琪啦，张永琪，伊是19世纪吼出世的吼。即张永琪吼，伊是自细汉吼，伊就留学海外的经验啦，兼好者甲马来西亚，伊嘛有真侪身份啦，其中有记者、文学家、语言学家，会使精通吼27种语言啦，这是真无简单吼，精通27种语言。过来是伊嘛有互法国的科学院吼院士的头衔，佮有当选世界18大的文豪，这是无简单啊，这真无简单，这是亚洲唯一的吼。过来佮有伊伫咧大英百科全书吼专册，这嘛有记载。张永琪吼，伊主张吼就是提倡罗马字使用简单口语化的文字吼，尊重民众的日常语言。伊较关键的贡献吼，就是迄个提议迄个法国政府哦，落去办即个罗马字的报纸，罗马字的报纸，佮有就是讲伊，就是拄则讲到即个伊担任即个第2任主编的即个期间吼，嘛有互即个
迄个家庭部吼有即个本质顶头即个转换，即个本质呢开始有即个越南文学啊，还是讲越南迄个在地诶即个文化诶物件吼，所以这越南诶白话文运动吼，会使讲为遮开始啊，为遮开始嘿，这越南白话文运动诶开始做，到19世纪啊，这咱若要讲白话文运动吼，咱就知影吼，咱自细汉吼，即受即中华民国诶教育吼，拢讲白话文运动，中国诶白话文运动，换了福起，伫咧20世纪1919年吼五四吼运动吼，你看人越南为1805年早偌久，早偌久，早50档哦，至少50档哦，台湾1885年早偌久，早偌久，所以这拢是迄个白话文运动诶起果吼，这张永琪吼，好，过来介绍即位吼，这第二位吼，即位叫做张勉琪啊，张勉琪即位是迄个，伊是张永琪诶学生啦，伊是张永琪诶学生，即位吼，张勉琪吼，伊较特殊诶贡献就是我拄则提供诶即个，迄个大家看到诶即个大饼图啊，即迄个量化诶数据啊，为1882年到即个1897年，伫咧即段期间啊，拄好吼，主编拢是即位，拢是即位即个张勉琪，拢是即个张勉琪。即位张勉琪吼，所以我伫咧遮即段期间诶资料内底吼，就是拄仔看到讲，有真侪即个翻译诶西方诶经典文学啊，经典文学啊，佫有甲越南、越南诶经典文学译做即个罗马字，就是即位张永琪，张勉琪，伊吼是迄个张永琪诶学生啦，是张永琪诶学生，是越南会使讲是越南文学诶开基祖。越南新文学诶第一位作家，伊拄开始就是伊就是对法国吼去西方啊，去西方旅游，去西方旅游就有写出真侪游记啊，甲看真趣味真趣味就是看到无共以前，所以越南家庭部迄时阵就使透过迄个张勉琪诶文章啊，了解讲伫咧世界原来地球是圆诶。伫咧世界，伫咧欧洲，伫咧南洋，伫咧南洋新加坡遐发生啥物代志，所以就是透过即个张永琪诶文章吼，张勉琪诶文章就看会到，好上尾吼，我遮甲分享吼，越南语文现代化吼，会使互咱诶思考吼。头一点，这互台湾的遮个思考吼，就是越南语文现代化吼，拄则甲大家分享，伊拢总有3个阶段嘛，为汉字，过来是迄个字南，过来是上尾是即个咱即马现在是越南吼，伫咧使用的吼是即个罗马字，为汉字南字到罗马字吼，即个过程吼，其实。有一个真大诶重点，就是伊转换做罗马字吼，中国人定讲吼，共文共整吼，安尼咱甲想吼，是毋是无共文就无共整？所以越南吼，这颠倒就是颠倒来看越南就是真好诶例吼，就是伊切断吼甲中国吼文化诶连结吼，拄好遮安尼吼来建立家己诶主体性，过来吼第2点吼，就是即个脱离即个中国传统社会束缚，带越南吼行往现代社会的文明。这拄则为即个有紹介到的即个现代性的文章吼，那像讲传统的中国社会吼，伊对即种大自然吼的解说吼，大自然的解说吼，就是拢会用种鬼神鬼神，也是讲就是用即种就是比较真传统吼，即马毋知要怎记咧，真传统解说者，社会现代社会的文明吼，就是种科学性的解说科学性的解说，这吼嘛会使互台湾吼真好的思考吼，
这嘛才有台湾真好诶思考吼，要安怎去跳脱即个中国诶社会即个束绑吼，啊，会使互台湾吼有家己诶即种文明诶社会吼，嘿，啊，过来是迄个起造越南现代文学，啊，帮赞越南民族意识诶形成。这咱就使看到吼，其实吼进前吼，有人甲我问过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咱像咱台湾来看吼，台湾府城教会报，台湾府城教会报，咱为1885年到今，拢一直有咧发行，拢一直到今还有咧发行百几档啊，但是是安怎呢？是安怎家庭报吼，伊敢若发行45档，啊，其实吼，伊后壁吼，有一个真大原因，就是其实吼，家庭报吼，伊阶段性的任务完成啊，阶段性的任务完成。咱若为越南吼现代文学来甲看吼，若为现代文学的观点来甲看吼，家庭报吼，伊发行了后吼，差不多20档以后吼，就开始陆续有济无共款的罗马字的刊物罗马字的刊物开始出现，啊，尤其吼一直到20世纪吼，开始更较多样，更较多元。所以其实吼，家庭报吼，因为拄则有分享到，就是其实伊就是官方的放送头嘛。啊，这其实对越南人来讲，其实已经无一定需要啊，无一定需要啊。啊，所以伊其实吼，虽然讲越南人互伊真大诶定位吼，啊，其实伊若要甲台湾府城教会报比较吼，其实有一个无共款诶基础啦，嘿啦，就是因为迄时阵越南诶社会吼，要帮助，就是越南人学着即个罗马尼即个工具了后，伊就会使家己落去，若有才调有能力，还是讲透过家庭报，伊遮嘛是像张英记还是张明记啊，因嘛另外拢有家己诶创作啊，还是讲另外有家己办理诶即种刊物啊，嘿啊，所以其实是为家庭报遮，伊敢若是一个起头啦，伊敢若是一个起头啦，就是为遮开始吼，越南民族诶文学吼，啊，佮有意识吼，愈来愈勇，就愈来愈济，嘿，大概是安尼，嘿啊。好，安尼是我今仔日的分享吼，差不多到遮嘿啊。啊，看接线吼，就甲时间吼，嘿啊，看留互各位看大家吼，就拄则分享的部分吼，敢有想要加了解，还是敢有啥物问题无？嘿啊，就甲时间留互大家嘿啊，感谢。敢是玉金吼，玉金请讲。是，我感冒烧声，歹势。要袂好势哦。了袂好势，嘿，是。保重。对，好。事实嘛，毋是要问问题，就是要分享遮里应该讲回应啦，嘿，就因为其实我真正在写学术论文的时阵嘛，是处理即个失眠加民族性的即个问题，嘿啊。我原底有想要问你一个问题，想讲听你讲了，才个看敢有讲到，嘿啊，落尾你就讲到我想要问的，嘿，就是我原底要问的问题是，对越南人来讲，因为你有讲越南对因来讲是民族的灵魂，迄对因来讲是越南的一部分，嘿啊，毋过迄是用。因做出来的，毋过迄字看起来就原来也是四角字，嘿因是安怎看越南的作品改写做国语的国语字的即个状况，嘿，我原底想要问的问题是即个因为你落尾有解说讲，就是知识分子其实是利用即个国语字会当写早前的文学。佫会当了解新的文学、新的知识的即个部分，甲结合做伙，所摆就即个解说的原理就变做是迄个国语字，佫徛凭迄个越南，佫徛佫较在，安尼听起来是安尼嘿。所摆我就想着讲，台湾的状况是安怎？台湾就是运气无遐尼好，嘿因为台湾的状况就是日本人殖民的时阵，
共款利用汉字，你拄则嘛有讲到即个共文共整的即个问题。啊，日本人大生就是嘛是讲，阮嘛会晓看汉字，我甲恁共文共整，嘿。啊，所摆因嘛是借即个手路，吼，啊，就是先由大生因伫统治台湾的时阵，就是先由遐个头遐个知识分子，吼，清国时代留落来遐个知识分子，也讲共文共整，就是我拄则讲，你拄则讲的啊，就是赶快用即个手路，啊，台湾的命运就继续互汉字束缚。啊，后来的新的知识分子，因是经过就是学新的知识的这个部分，因是经过日语学新的知识。中国人中华民国到台湾了后，就搁一摆殖民。啊，新的知识分子因无想要用进前殖民者的语言，嘛袂晓用伫初中国人来的时阵，嘛袂晓用殖民者的语言，就搁一摆的国语政策。吼，日本时代是日本话啊，中国人到台湾了后就讲中国话啊，即款的各一摆的国语政策，互咱的民族的灵魂，就是语言啦，嘿啊，互人太死了安尼，嘿啊，所摆就是即部分，我感觉就是即个经过殖民的现代性，啊，搁经过即个就是越南的。袂当讲，袂当讲，航殖民是运气好，即种话。啊，毋过若是殖民的，伫殖民下底迄个状况来看，无互汉字文化权束缚的迄个状况，较有机会跳出迄个互汉字文化束缚的机会。嘿，就是越南，互越南的例，互咱看到的，就是即个例安尼。嘿，我就感觉，就感慨啊，嘿。好，啊，这是回应的部分。另外有想到一个问题是，我毋知影这敢会，这个问题敢会伤过幼咯吼？就是讲，你有分享讲，初因文学国语字咧发展的时阵，有真侪人在写旅游的文学。嘿，啊，我真好现就是讲，因敢是甲迄个时阵有啥款殖民的背景有关系？就像台湾互日本人殖民的时阵，有一个因为日本人要建立因的新的统治的即个正确性，嘿，啊，因就讲哦，日本人来啊，就有新的北景，就是北台湾的景色安尼啊，日本人来了后，哦，有啥物款的建设啊，所摆有新的。新的北景安尼，才会有小盖新的所在的即款作品出现。嘿，我毋知影讲，这就是越南的即个国语字在发展的过程。你讲即个旅游文学，较实行即件代志，敢是甲迄个时阵的殖民的背景嘛有小可有关系？我毋知影敢有安尼甲你请教。嘿，多谢。感谢玉金的迄个回应嗰个问题，我先简单回应一下，才搁互下底问问题吼。头一个拄则讲到宜兰吼，越南伊甲宜兰吼当做是因的民族文字哦，因甲宜兰当做是因的民族文字。但是咱若等于迄个时代吼，咱其实吼，咱嘛会使想象着讲，因想要使用汉字。因想要写作，想要创作，但是因无搁较好的工具啊。因知影的敢若汉字尔。这其实吼，规个汉字文化款嘛会共款啊。就像讲，迄个像日本啊、韩国啊，也是讲台湾，也是香港啊，就是台湾就是有歌册嘛，系啊。因为迄个时阵，大家想要去写创作，还是讲想要去书写家己的心情，但是因为因所知所捌的，敢若即个汉字。啊，所以伫咧韩国甲日本就较特殊嘛，就是因用简化的方式，就是因为有掠着迄个语音的迄个较细，就是搁行搁较幼路就对啊啦。迄个语音的较细的单位嘛，所以因行的是简化的方式，但是伫咧
迄个较南边吼，像讲越南、香港、台湾遮吼，啊，著较特殊，就是因著是用汉字吼，啊，就是现有诶物件，啊，佮甲加工安尼，佮甲加工，啊，所以这大概是有这个状况啦，就是讲，因为伊时阵无法度啊，伊嘛毋知影讲外口诶世界是讲有别个迄落啊，啊，毋过吼，咱为现处时落去倒来甲看吼，因为迄是因家己啊，因著照用汉字这工具无法度啊，毋过因甲改良。啊，毋过迄著像即马越南诶即个满面，迄个咱台湾会讲迄法国小胖吼，啊，毋过法国迄个长条迄个胖吼，啊，毋过越南吼，你若讲越南诶在地食品吼，迄个满面吼，著是因迄个胖吼，迄个越南胖吼，迄著是因在地啊，迄著是因在地啊，嘿啊，啊，这著是。这主要嘛是文化吼，安怎咧去解说？所以伫咧宜兰这嘛是吼，越南因为这因着变做伊诶所写诶，拢是越南观点，用宜兰写拢是越南观点，啊，拢是越南诶代志，啊，拢是越南人诶心情，啊，所以就是落尾吼，因徛现代角度转去咧个看吼，就是甲定位做吼，伊这是即个越南诶即个民族文字吼，所以这我简单补充一下。啊，拄则有讲到即个旅游文学，迄个我拄则可能讲无清楚，迄个因为我为家庭报纸来看啦，为家庭因为伊是第一份报纸嘛，所以咱为家庭报纸来看，我对家庭报看到的是迄个拄则迄个张明记，即个主编吼有写即个旅游的文学，啊，所以吼我应该爱讲较清楚的是讲。越南的现代文学的开始吼，是为旅游文学的开始，是为旅游文学开始，啊，毋是讲大家拢来写旅游文学，大家拢来投稿写旅游文学，毋是，是越南现代文学的开始吼，会使讲是为旅游文学开始，啊，伊即个背景吼，是伊其实吼，大家看吼，伊时阵旅游文学嘛真趣味，就是讲，伊其实是想要写家己的心情啦，家己想要写家己的迄个，就是讲。日志啦，就是日志啊，就是伊诶标题就是讲去西方诶即种日志就对啊，伊就是甲伊看到诶记录落来尔，迄就是嘛无像讲咱即马即种看文学诶迄种文学性诶文章吼，迄个旅游文学吼，做侪迄种佫有对话啊，佫有迄种会使互你想象诶，无伊就是真简单，就是讲伊甲伊看到诶吼，讲甲记录落来。啊，伊像记录的形式吼，你嘛会使看到迄种真传统的，嘛有迄种传统的感觉，就是讲虽然讲迄是真现代旅游文学，啊，但是伊可能佫照迄种越南式的迄种古代的迄种，因越南有一个迄个就是古诗的迄种韵律，就是讲像台湾的七字安尼啦，啊，伊嘛有迄种一排固定爱几字的，啊，毋过伊内底写的就是迄种现代的物件安尼，哎呀，所以。嘛，就是有迄种足侪创造开创性的物件啦，啊，所以旅游文学嘛有即个类型的，啊嘛有迄种单纯去写家己看到的物件拢有，所以即部分旅游文学我做一个补充安尼，安尼，啊，多谢弟弟，感谢多谢，对啊，安尼看迄个接线，敢是金华老师，金华老师请讲。迄个地点吼。毋是金华老师是我啦吼，李老师，老师平安。我手机等个充电啦，吼，这你嘛理解这定咧发生的啦吼。好来，迄个我讲还真欢喜，地定有这个做这个越南白的研究啦吼。这我是感觉讲对咱以后咱那个台湾的这个发展呢，应该是一个真有帮助的所在啦，吼。你平平想这个罗马字个使用来讲吼，早期伫这个英国，因得到罗马字的是因足欢喜的，讲这是讲上帝原来爱讲英语，即咱历史上咱有啱加减知影讲较早因迄就是咧拉丁文的世界是罗马帝国下开啊。英语是当作是足野蛮的语言，甲即马无共款。但是因当因得到这罗马字，因家己样读圣经了后，足欢喜。但是共款的情景伫台湾无发生。
咱158年传教士来到台湾了后，主要变限缩伫这个教会内底，一般社会上拢讲这是外来者的语言啦，这毋是字啦，讲这是基督教各用的尔啦，有一寡负面的这个的讲法所以咧来到即摆已经150档以上啊，150档以上啊，咱到即摆抑个嘛是限制伫这个作息的课法内底使用，所以咧，我看制定伊研究这个越南呢，用这个越南研究来对照，互咱更加清楚看到咱以后咱台湾的语言台湾字的这个要行的方向，这点我感觉是爱肯定啦，肯定那个第二点呢，就是讲，因为咱过去无使用罗马字的这个经验，所以咱有当时真侪人毋知伊好伫对，毋知好伫对，所以就一寡负面的话出来事实咱也甲想倒转来，华语1礼拜5节课，等于甲所有其他的语言的时间拢占了去啊，咱若假使讲有一天咱来当换倒转来，咱其实咱毋免用到5节课，用罗马字来写台语，咱还阁有用出足侪时间来学其他的日语、英语、其他外国语言，所以咧，咱爱互大家知影讲罗马字伊是一个足好学、足简单学，足好用的一个文字工具。咱甲想象一个情景，咱是国小1年、2年，囡仔还阁毋捌听汉字的时，因拢干那学着波尔尔。老师甲囡仔要安怎沟通，着用注音符号嘛，对无？因用伊的注音，你甲想倒转，迄咱若假使咱的囡仔伫国小1年、2年，着学着罗马字咧，咱是毋是1、2年，咱的囡仔着听好用罗马字来沟通啊？甚至咱直接讲，咱1、2年囡仔就会晓用罗马字来写日记、写日记写日记写文章所以这点我感觉是真重要的所以这咧，我用算做表达一寡意见，嘛甲必定恭喜一下多谢。感谢李英老师。我李英老师是迄个我初迄个开始学台语学台文的时就是李英老师甲金华老师甲我牵教所以我非常感谢李英老师。嘛差不多迄个呢，2017到冬即个一直到我今仔日分享的内容是我的迄个啦，硕士论文啦，嘛到过年前嘛拄啊生出来尔，所以今仔才来甲大家分享，所以感谢李英老师李英老师讲的，我嘛想讲，我嘛会使简单搁做一下补充啦。我会使简单补充一下迄个，搁互大家看一下。就拄则讲到迄个，即个啦，就是讲，林老师讲到即个，就即政府，就是讲迄个为英国者嘛，就是讲台湾人看即个家己迄个罗马字无其实这有真大的部分其实咱会使看到即种就政府的态度啦，政府的态度嘛是真要紧啦，咱所以越南伊的罗马字的成功其实政府的态度至少嘛占一半。台湾虽然你讲越南迄时阵的知识分子有拍拼，其实咱台湾即马现主席嘛是啊，你看咱有来参加世界台湾文化论坛有志就好啊，其实嘛真济啊嘛，大家拢咧做遮的迄个台语运动的事工啊。毋过所欠的就是即个政府，就拄则讲的着的第2点就好啊。你看像越南伊是规个行政体系，你要安怎比？你要来办公务，你就是爱使用罗马字啊。包括伊嘛要求法国人爱
这种罗马底啊。啊，毋过台湾敢有？台湾敢若即马，你看像一礼拜一节课，敢若应付尔。啊，但是你若真正要将其要变做规个你的公务体系，伊敢有机会？我即马拢无看到。所以其实迄阵越南会正吼，会成功吼，就是当然拄好踏伫迄个历史的迄个时间点，像拄则玉金有讲到的，迄时阵就若要比较吼，就是讲台湾迄时阵，互日本统治啊，日本伊因为着即个汉字用即个有即个情感嘛。日本人对汉字有感情，伊嘛有使用汉字啊，要利用这来统治台湾人。啊，毋过相对来讲，法国伊的情形就完全无共款啦。所以大概即个背景嘛，迄个补充一下啊，即个背景嘛补充一下。好，感谢。安尼看接续迄个，敢是桂兰？桂兰。是，我是桂兰，我要讲的是讲吼，平平是拢白话字啦，毋过越南伊是迄阵法国的殖民者，伊是有政权的啦吼。啊，咱台湾是为嘛是共款为英国来，毋过伊敢若是传教士尔，所以伊是无政权的影响力。这差别伫咧遮就差足济啊！所以讲，咱逐个拢有一个共识，就是讲，白话语正做咱的真正的语言，所以咱拢已经了解这个历史的来源，拢会当足清楚。但是讲，咱是要安怎来解决现处时，吼，执政者伊会当要来这个感受着讲这个文化的重要性，亲像进前迄个什么人啊，迄个叫做迄个联电迄个什么人，伊即马伊就讲是要失掉这个中华民国的文化的这个主政，伊因为伊讲民进党就伫咧讲即个迄落要爱甲迄个中国脱离，毋过你敢若即个文化会紧无改换，佮挂一个中华，安尼就毋对，所以伊安尼抗议，伊无想要佮做，伊感觉安尼毋对。咱嘛知影，毋过我一个思考就是讲，怎样咱这做台语文的人袂当合作起来？大家行家己的路，敢若沙共款，安尼袂结做土共款。这是我较大的疑问啊！大家人即区的批评迄区啊，迄批评迄区的，我就感觉安尼嘛。所以讲，像最近迄个赖一生伊出来，赖一生伊直咧讲伊。即马拄着的出来行大的点滴，拄着的问题，伊迄个听起来嘛足心酸的。咱敢无法度通甲伊讲，大家安尼结合过来，这是我的疑问啊。当然我是推测即个会考较外的人啦，我无切伫真内底迄落迄落，总是有介济咱拢知影为政府解决去啦。咱要安怎好？政府去这个了解讲这个重要性，因为我伫教会，逐个人主导文用台语正版的台语，你这个迄落客英文用正版的台语，唱圣诗台语，了你进入讲道，牧师伊即马着国台语安尼分咧讲啊，祈祷抑阁会使，毋过你本来信徒，你叫伊祈祷，你要用全部的即个台语，其实是有困难的，甚至袂晓迄落。这偏向是你用台语讲话，你了要祈祷无法度啊。即马我伫安尼外口咧接受，我发觉讲有介大的即个问题，因为咱已经华语的正式教育已经70档啊吼，已经到咱即马囡仔调底啊，所以我感觉这是我其实是足悲观的啦吼。以上。
感谢贵兰姐的分享吼。我用用我今仔分享的主题吼，越南经验吼来简单回应一下啊。拄则有讲到迄个拢限定伫较少的族群内底，就是敢若一寡人咧使用尔，伫咧台湾的即个情况吼。其实咱来看越南伊嘛是共款的。伊罗马字，你看伊为165年，17世纪，伫越南就有啊。毋过伊一直到1945年才完全换过呢，才完全换过呢。伫这1951年到1945年将近300档哦，到尾300档的时间，伊社会主流吼，当然官方文字伫咧法国殖民的时阵，官方文字是迄个法文嘛。毋过伊社会顶头主流使用的文字，逐个的思想，迄嘛是汉字啊，迄嘛是汉字啊。所以咱为即个现况来看吼，你看伫咧亚洲吼，即种毋若是越南，伫咧即种基本改革吼，还是即种转换吼，有成功的，像讲日本甲韩国。你像讲日本的坎啊，伊嘛是敢若是7世纪啊、9世纪就有安尼，嘛将近好1000档的时间，伊迄拢是庄脚人咧使用，还是讲迄种妇人人咧使用，就是伊甲伊变相做迄种变相做，毋是正统的文字就对啦。韩国嘛是啊，韩国迄个文，伊13世纪迄个皇帝创的呢，嘛是一直吹扫袂过啊，嘛拢一直到近代19世纪才开始有19世纪、20世纪才开始有即个文字的转换、文字的改革，是安怎？是安怎？所以为这来看吼，其实我今仔日分享的嘛是，就是你看法国伊是名越南嘛，法国是名越南，所以伊才有即个转变嘛。日本是安怎？伊会面伫威信，因为美国嘛。韩国迄时阵嘛是伫安尼的规个亚洲的即个情况之下，伊才有即个文字的转换。所以吼，你要家己为内部改变吼，我感觉是，无遮简单啦，无遮简单啦。咱若为世界还是讲为越南的来看吼，除非吼，你着爱有活力啊，活力的介入啦，活力的介入啦。即个时阵，即个部分吼，咱无法度决定啊，活力的介入。所以吼，我感觉咱会使做的嘛，毋免失志，嘛毋免失志，咱就是拄则讲的迄个有两个元素嘛，就是咱的迄个越南罗马字运动有法度成功，伊有一边是法国政府的元素，一边是越南的知识分子嘛。即摆咱会使做，就是甲青色即边顾好啊。等到世界的时势，还是台湾有迄个条件的时阵，自然即件代志就成啊。这是我简单的回应我的看法，互迄个大家做参考，容许你硕士迄个感谢贵人，容许啦，啦，感谢，我这可能有个人嘛讲台湾是毋是都爱参像迄个乌克兰安尼，才会伫家己估计的即个迄个意识出来。当然咱是无希望，毋过无希望发生安尼，毋过若是真正发生咱就要把握机会啊，所以咱即马就是咧准备啊，感谢贵人姐，安尼因为时间嘛差不多吼，搁剩扣一个问题，无请迄个赖永华，敢是阿华师，请讲。阿华师敢是有举手？是，嘿，弟兄兄你好。阿华师平安。感谢弟兄兄今仔日演讲真精彩有影真趣味，看到离咱遮近的即个厝边吼，因使用即个罗马字的历史我今仔日举手，毋是讲要问一个问题，是像讲咱即摆用来为地位字做啥物代志，我就想着对伫头前迄个咱姊后壁，咱拄好来，我来甲勇宣传一个，勇即摆要做一个讲话当文字新的 AI 软体，勇即阵拢咧写咱新的台语起盘，伊家己号名叫做数字，就是数字的意思即内底伊嘛要加一个新的讲话用当文字的功能，就是差不多2-3礼拜前，教育部因家己有做一个出来，迄个有影咬，真咬听你讲啥伊拢听有。问题是伊出来，敢若用教育部的文字系统，毋管是因汉字还是因罗马拼音，
面册观点有一个优质，我毋知伊本人号做啥，毋过面册观点名叫做七暗月还是啥，伊家己甲迄个听识摕去改一个，变做互伊会用输出白话字，结果就互教育部迄边个包厢甲伊冻起来，袂互伊用。无定是互即个消息安怎讲刺激着用就讲恁爸家己来做一个，无伊无讲恁爸恁爸是我讲的。反正即马就是用迄边有一个网站，我即马甲伊打伫咱的开讲迄边。伊会好，即个网站我甲伊打伫咱开讲迄边 STT 就是 Speech to Text 讲话当文字的意思 STT. 用台语 .com。伊即个网站即马是我咧甲伊做管理员，伊的思考嘛是我一条一条咧甲看。咱若入去顶头，咱有一个电子批筒，就用迄底下注册一个口罩，咱就会用伫遐录音，录音。目前是咧按算讲差不多，若有录到看有通好录到10万条无呐，10万条录音做出来，即个讲话当文字的即个 AI 系统应该就用做了，行袂歹较赢讲，甲即个资源伫教育部手头，甲教育部比起来，我较信用即个人，就是邀请咱今仔日。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咱各位先进、各位友志来甲咱斗录音，就是安尼。感谢大家。感谢阿华西吼，所以咱看这真正台湾这民间真正是做有活力的啊，系啊。迄个阿华西，敢要甲大家，你敢要分享一下网站嘛？甲大家紹介一下，看大家若是要斗骹手，會使安怎用？嘿，即下你即摆会用去咱迄个开讲间咱即个咱即个论坛的信息迄边，我有甲网链打伫遐。我看一下，对，就是这位。是登入就会使讲话啊，或者呐，就是。就是你先用你的电子批筒，你家己设定一个密码暗号，伊就会寄去确认讲你即个批筒真是收会着，刷落来你就用入去啊。好。大家才试看卖，感谢阿华西啊，感谢弟兄兄，感谢。好，安尼，时间嘛差不多呢，安尼是毋是咱今仔日吼的活动就到遮，迄个后礼拜活动敢是迄个玉金遮敢有要宣传放送诶？后礼拜是苏尼这边的办免行敢要放送？我手头无多。不要紧，我是就等梁坤兄甲搭去伊的面册遐。毋过后礼拜就是咧阮请台语文社的三位友志就来讲因大学生的台语环境就是即摆大学生因看到的台语的事。因咧做台语的事工啦，还是讲因生活中拄着台语的情形安尼。好，感谢明涵。好，安尼咱今仔活动就到遮，感谢各位，再会。多谢弟弟，容易哦。一点加油！赞！今晚老师多谢林老师。